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宜兰这位96岁老太太的心愿。当年伊生12个囡仔，就伫一念之间决定甲第12个后生分人养。本地对方承诺讲，等囡仔20岁，就会甲囡仔带转来认祖归宗，但是拢无影。如今已经经过50冬了，老太太破病倒伫门床顶，心心念念都是当年送人养的迄个细汉后生，希望有生之年会当个看到后生一面。惊伫受惊。哀伤的眼神充满着对囡仔思念。这个老太太已经96岁啊，真挂念伊本人饲的慢囝。故事发生伫56年前，吴先生伫宜兰酒厂上班，熟悉酒厂的警卫王先生，因为王先生翁仔某未生，吴先生就等将伊第12个后生出世了后，分婚饲王先生毛包3000块红包做答谢，并且答应讲20岁会带囡仔认祖归宗。结果讲话无算话啦，结果拢无嘿。经过6年了后，这个囡仔阿兄吴正喜伫咧邦桥拄着这个姓王的翁仔某，当时这个姓王阿某带2个囡仔，吴正喜一看就知讲，其中一个是因小弟，也是吴家第12个囡仔。不过顾虑着讲，因小弟当时还细汉，无甲伊相认，想袂到后来就无搁拄着啊。报这代志，互这个我的弟弟同学都认妈妈，继承妈妈安尼。啊，妈妈搁食也无几年啦，我甲安尼讲啦。因为各自发的原因，所以讲吴家找真热单位嘛，无都找到因小弟的下落。因小弟甲因大兄真诚，所以讲用因大兄的相片，希望讲透过电视的力量，会使互伊甲因上届细汉的小弟会使团圆，无希望讲这段亲情留下遗憾。